大家好，好耐冇見，又係暖暖即心陪你聽故事嘅時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繪本叫做《別傷心，我會陪着你》。作者同繪者都係科里杜若菲德，譯者係李貞慧。呢個故事係送俾每一個正在經歷重建過程嘅你。有一日，泰勒決定用積木起個東西，係一個既新穎又特別、令人嘖嘖稱奇嘅東西。泰勒得意極了。然而，唔知道從邊度飛嚟嘅一班雀仔，泰勒起嘅東西全部都冧咗落嚟。小雞係第一個發現呢件事嘅。咯，真係可惜啊！好遺憾發生咗咁嘅事。嚟啦，我哋好好傾下呢件事啦。咯。但係泰勒唔想傾偈，於是小雞就離開咗。跟住小熊行咗過嚟。吼，太糟了！你一定好嬲啊！我哋一齊大嗌咯！吼！但係泰勒唔想大叫，於是小熊就離開咗。小象知道點樣做。爸爸，我可以幫你修補喎。我哋只需要好好回想原先嘅積木係點樣排就得啦。但係泰勒唔想回想，於是小象都離開咗。動物們一隻接一隻嚟到泰勒身邊。土狼話：嘻嘻，我哋一齊開心笑啦。鴕鳥話：咕嚕，我哋匿埋，扮一乜嘢事都冇發生過，咪得咯。袋鼠話：黐，呢度亂糟糟，等我哋將啲積木全部抌晒佢啦。小蛇話：噓，我哋佢將人哋起嘅積木都推冧佢。可是泰勒唔想同任何人做任何嘢，於是動物們後來全部都離開晒，剩低泰勒獨自一個人。周遭好安靜，泰勒竟然連小兔子嚟咗都冇發現到。小兔子越靠越近，直到泰勒可以感覺到佢溫暖嘅身體。佢哋靜靜咁樣坐一齊，直到泰勒對小兔子講：可以留低陪我嗎？小兔子留低咗落嚟。當泰勒講嘢嘅時候，小兔子用心傾聽；當泰勒大叫嘅時候，小兔子用心聆聽。當泰勒回想起佢起嘅積木嘅時候，並且哈哈笑嘅時候，小兔子都依然用心傾聽。泰勒想要匿埋，想要掉晒所有嘅嘢，想要破壞別人嘅嘢。呢一切嘅計劃，小兔子全部都用心傾聽。當適當嘅時刻來臨，小兔子用心傾聽泰勒想重新起積木嘅計劃。我等唔切啦，泰勒講，一定會超級正㗎。有時候擁抱勝於說話，安安靜靜嘅陪伴便已足夠。好多謝你能夠靜靜咁樣聆聽住我將故事講完。係呀，好多時候一個安靜嘅陪伴勝過無數嘅說話。就讓我們彼此擁抱呢個寧靜嘅時刻，慢慢地
讓內心重建起嚟。我哋下次暖暖即心嘅時間再見啦。